下晝嘅日頭，照頭達到當季嘅葡萄香，漸見係日薄當正嘅豐收畫面。個詳細看下呢條葡萄，大家當場挑地無藥天好，有紅色有青色，太細粒也無窮款，小嘅時間漸見差當態，望誤會咧。你係因為面前嘅葡萄園地板要多睇60外種嘅品種，呢個葡萄聯合國嘅主任就係呢位56歲嘅譚華剛。中興大學老街研究實驗所加有委託講做田間試驗，佢就講我背景因為講安尼條件較好，所以佢就選我，然後佢配合安尼。30多年前，譚華剛繼承家業，一片烤肉房，一片種1.5公頃嘅葡萄。每項到民國72年嘅時，接受學術同農政單位嘅委託，始終當到新界菊州葡萄品種。我當時做了時間，每一多年收我講你要安昂，一片片一口田，你要麼種到安尼亂七八糟啊樣，冇法樹葉啦。我是想講。因為伊個葡萄品種唔係講按簡單都做得出來，幾廿年真有間看到佢成果，所以我一般咧，我想法係是講，既然人按辛苦啲研究真研究有按樣，要麼來講來數起來，可能有一年要變到好用嘅東西，咩冇一天啦。就安尼，譚華剛對本來嘅30外種葡萄。種到一下已經到達60外種，不過品種多，管理也就更加困難。如果唔係講冇經驗啊，唔可能整間嚟錯嘅嗬，整間嚟錯嘅做種如果用葡萄葉，伊唔能整冇講啊。呀品種多，因是做實驗嘛，記錄裡頭呀細尾較多，個採收嘅時間佢會較冇經驗。種幾廿年，唔是生葡萄嘅咩有。有嘅品種因台灣多濕高溫所以有個品種真會綿上市很多採收嘅時間多些，佢都綿漿漿嘅，都冇好熟嘅。哎呀！除了照顧嘅困難，譚華剛之前還遇到銷路嘅問題，因為85年嘅下，公賣局同佢停止合作，譚華剛必須自家想辦法，所以葡萄園選項嘅招商就按呢成立。我賣市面不容易啦，所以干那做就一土地啦，所以家當時講，有政府有開放本人申請就廠，就廠我家都在申請就廠，所以一定小發現一家種嘅葡萄，從事來做酒品出來來賣。雖然種葡萄譚華剛一強，不過菊葡萄酒。其實唔係當內行。喺中興大學裡頭個大業大學有學了釀酒嘅間嘅課程，過來我有呢啲機會，我呢啲先生帶去加拿大，佢就帶我過去加拿大學嘅做酒嘅技術，加同時了解呢啲品酒嘅技術嘅釀製，所以我哋目前呢。嚟做拍酒嘅技術，要較進步一些咧。譚華剛講，做葡萄酒嘅過程當中，溫濕土同葡萄糖土嘅豆攏需要配合，所以就算已經經營幾廿年，有時還係冇法度按順自家嘅意。其實你做酒係冇失敗你就唔會成功啦。也就最重要一點，因為失敗，唔知乜尋出個失敗嘅原因因來。我做酒經驗全部做記錄，也每一批酒、每一批嘅原料落來呢，你做記錄一樣嘅，做出嚟酒品一樣嘅。安尼喺你真有個參考嘅點，連泰國連其他蔬菜呢，佢青島嘅品酒師來看過佢講非常嘅強項，講你有冇台灣有安樣嘅東西。所以也就變得講本人伊咧講很有信心嘅蔬菜。
同时有酒庄同其他种品种葡萄嘅特色。坦白讲，嘅葡萄园已经变做当地嘅观光景点。红酒，它的要酿红酒呢，它的最主要的条件是要酸要涩。要酸要涩哦。哎，甜的葡萄是。嗰陣時就食咩酒都過好對嘅。哎，濕嘅酒哈，一樣啊，基本啊濕嘅東西都對人身體都有好處。哎，對，哎呀哎。入到沿巷試食嘅遊客，攏對呢條按多品種嘅葡萄當安樂。你看啲按樣品種哈，然後你頭那當啲按啲品種冇共樣。有個兩種品種都冇共樣。誒，就冇共樣啊，兩種品種冇共樣啊。係啊。係啊，你再試看啊，你再比較看啊。你要試那過來試條片的啊。這個就共樣白酒。白酒，但是氣味會冇共樣啊。哦嘿。當然有，不得有。好來。除了本遊客享受摘果子嘅樂趣之外，路經通了解嘅坦白講，還會本間自家劇照。啊，即嘛強裝嘅用落去，啊搖啊，則佢強這個酵母菌落去。一個月後若變酒了後吼，你若要啉酒緊起來愛泡啊吼，甲留咧南厝邊食，保證你賺的。雖然開放觀光同劇照嘅收入，只係勉強維持開銷。不過就算撇下小金額，坦白講，從唔是後悔，因為堅持同堅持，本期今年同葡萄園轉做新飲食，愛情更加多好美水嘅可能。